美國對頂關稅判決違憲了後呢，這美國貿易代表處是宣布，把台灣納入美國貿易法301條款的調查對象。咱行政院是回應講，即馬已經有甲美國來溝通啊，相信咱優惠的條件呢是袂拍折的。也毋過即馬受到這美伊的這個戰爭的影響，台股開盤是大震動，跌超過500點，落尾是34000點，走無掉。任務是青順順，台北股市12早盤打開，就跌298點，大約透早10點半，盤中是跌較激烈的，一時超過500點，加權指數來到33519點，是收袂掉34000點。早上的時候其實一度有拉升，短線市場還是比較聚焦在中東以及油價的一個部分。投資人的煩惱是因為美國貿易代表處12宣布會啟動新一波的301條款的調查，來看美國認為有結構性產能傷量上，也有生產相關做法甲政策。調查對象毋但台灣，閣包含中國、日本等等計共16個國家。財經專家指出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月底才裁定，美國總統川普無權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全球性的關稅。川普馬上簽署公告，引用貿易法第122條，對各國加扣新的10%全球關稅，毋過期限干那150天，所以才閣引用301條款來爭取時間啟動調查。初步評估對台灣的經濟衝擊無大。還是以這個美台所洽簽的這個協議是為主的。那至於說台積電會不會受影響，就是台積電它的影響最主要是232條款其實是不會有這樣子一個關稅的情況。行政院是發布新聞稿強調，台美對頂貿易協定 ART 當中，對301條款調查議題早就有共識。美國也佇公布301調查進程，甲台灣講，相關的發展政府早就有掌握甲準備，相信調查了後 ，ART 所得到的相對優勢甲上好的待遇，結果是袂拍折。記者綜合報道。